2026年8月22日每日靈修，有主的話語成為我們的智慧和能力。650聰明的通達人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心中有智慧，必稱為通達人；嘴中的甜言，加增人的學問。箴言16章21節。小故事：有一天，一個愛找麻煩而且脾氣暴躁的病人連續按了多次的電鈴。正在忙碌的護士趕到病房時，病人鐵青着臉看着他。護士面露微笑，親切地問道：請問有什麼事嗎？病人怒哮道：我的晚餐有問題，這個蘋果是壞掉的。你們要害死我嗎？護士仍然保持笑容。他用左手拿起那個蘋果，用右手狠狠地打着它，並大聲責備他說：你這個壞蘋果，惹我的病人生氣。你壞透了！盛怒中的病人看見這一幕，突然大笑起來了。默想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場面，你是如何應付呢？求主賜我們智慧和勇氣，能在這些緊張的環境中輕鬆化解問題，不製造一個敵人，反而贏得別人的尊重。禱告：全知全能的天父，你也是慈愛憐憫人的主，你以愛和包容對待我們，你也要我們對待人有慈悲良善的心。求你賜給我們屬天的智慧，讓我們有智慧和愛心的言語和行為，知道如何善待周圍不同的人，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，使榮耀、讚美多多歸給你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